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。大家好，我是陈碧纯，欢迎收看12月15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。进前风台对安南区造成的灾害，除了凸显出真侪容易淹水的路段，嘛互市府发现海尾寮排水治理的症结。不过，议员郭清华上午伫总质询表示，因为该工程涉嫌围标，要求检调爱持续介入，互工程会当顺利发包，赶伫明年雨季进前完工，避免地方搁再淹水。市府为了解决安中路一段甲东安路部分路段积水严重，将6日施工当中的海尾寮排水引流工程一并改善。不过，议员郭清华质疑，因为原厂商涉嫌围标，业者已经被收押终止合约，烦恼影响到后续治水工程的进度，所以要求市府启动甲检调合作。互正常的厂商会当投标，避免公共工程受到冲击，民众愈淹愈惊。咱台南市足侪重要的公共建设咱无引申外口的人围标啦，安尼咱人民的血汗钱啦，较会当大部分钱拢建设伫这需要建设的所在安尼啦。尤其是这水利工程牵涉到市民生命财产的安全。那第三点呢，就是讲，虽然讲咱重新发包，但是原来工程已经验标达到50%啦。所以伊的迄个河型已经完成，所以伫明年雨季真正来的时阵，配合其他的示标嘛，对河川的这个防水、治水的功能，应该讲是无啥物特别的影响。另外，因为安南区4月开始陆续发生农地渔温被违法倾倒废弃物甲焚化炉地查议案，虽然已经进入司法庭事，不过因为废弃物依然下伫遐无法度清理，议员认为，既然罪证已经明显，也要求环保局依法赶紧清理，避免扩大污染，影响市民权益。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。近日来，不管是挺同婚，或者是反对同婚，两派言论拢真激烈，连执政党的内部对着如何修法，拢有无共款的杂音。对此，议员王家珍上午伫自由发言，以着立专法，则是真平等来思考，嘛要求市长赖清德表态，到底如何解决，才会当减少对立。议员王家珍针对婚姻平权的修法，伫立法院审议，引起立专法也是修理法等两派严重的争论。上午伫议事厅，议员都先询问赖市长甲各局长伫下班以后，以尊重为前提，敢会参加类似的同志游行。嘛进一步以包容理解、寻求共识、减少对立作为原则，呼吁市长徛伫思考立专法来发表看法。不管他是原来是男的还是女的，我们都在学习接纳。这个过程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减少争端，让我们彼此之间更多的相互理解，才是我们社会之福。是的，您同不同意？我们在这么重大的议题上，应该寻找共识，应该减少对立。应该消弭仇恨，应该互相尊重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看到那些勇敢的同志朋友们，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，他们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委屈很久了？所以他们的声音不断的无限放大、无限增加那个音倍，让异性恋的多数感觉起来，我们会害怕。市长，您是不是回答一下好吗？您赞成吗？我们立专法，告诉我们的小英总统，让社会少一些仇恨，少一些对峙，拉近一些我们彼此的距离，用爱来包容，用爱来互相洽谈。来，市长，来10秒。台湾社会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社会了。是。除了说在台湾的体制内，性平教育已经施行多年以外，
最困难的婚姻平权的接受，已经超过60%民众是认为应该要推动婚姻平权。这个最困难的部分都已经跨过了。至于说未来要是王议员指教了立专法，还是要修民法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立法细节的问题。以台湾社会的包容跟民主，一定有能力去解决这个程序上的问题。因为小英总统甲法务部长拢支持婚姻平权，并且做法是一步一步立法，所以议员嘛伫总之时希望了解赖市长的想法，毕竟市长是有机会争取大位。但新闻军志林跟采访报道。台南市议会监督联盟伫14号召开记者会指出，台南市议会有议员质询的时阵，总办成妄加人物，有的则是用布袋戏来问政，批评议员的质询亲像是伫搬戏。对此，国民党团也召开记者会回应，台南市议会监督联盟只监督国民党，无监督民进党，质疑因是市府的拍手。记者会上，国民党团差不多全部出席，为的就是14号上午，台南市议会监督联盟所提出的指控。该联盟指出，国民党议员亲像是演员，质询的内容亲像是综艺节目，对着台南市的发展无帮助。对着这个讲法，国民党团召开记者会回击。该联盟唔通借假着监督之名，实际上其实是在帮市府护航。用我们的问政的表现方式来扣我们这么大的帽子，不问我们问政的实质内容，莫怪我们大家认为你们莫非是拿市政府经费的打手。我无希望伊是查政府的补贴，做假监督，做民进党的拍手，恶意来攻击监督的政党。你如果要骂的话，你就直接的讲说，我是民进党，我是赖清德的打手，这样人家反而能够接受嘛。台南市吼，即马若无国民党的议员安尼监督吼，敢有人去敢去讲赖清德唔对？怎么叫做为了自己的私心，为了民众，为了自己个人利益才去监督？那他们所说的，那民进党议员呢，整天只是当市政府的打手，你为什么不去骂他？市长不进议会的时候，没有看到你们出声；当登革热死了那么多人的时候，我们没有看到你出声；当维冠大楼死了那么多人的时候，我们也没有看到你出声。那你今天公开的点名国民党的议员在议会里面，如果说清点人数，那我要请教你，民进党的议员，你是领出席会，你为什么只签到不出席？市民监督议会，国民党团表示欢迎乐见，但不应该只是监督国民党，无监督民进党。这款的监督是无公信力的。对着台南市议会监督联盟，国民党也将申请检调，启动调查，调查联盟资金的来源。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。咱先休困者，马上回来新闻现场。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，不然怎么开呀？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，再慢慢开车门。这是两段开车门啊！两段式开车门，两段式开车门，两段式开车门，因为很多要说3次。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《非读不可》，台南爱读册。伫台南市的殡仪馆边仔，最近出现一档卖现抢咖啡的小摊位，传出一尊一尊的咖啡香。头家为什么会选择这么啊偏僻、人潮又个少的所在卖咖啡呢？下面请记者带大家做伙来了解。开火煮水，控制温度，将精选的咖啡豆仔酿好重量，
全部的动作拢做到一点点啊，拢无加无减，拄拄啊好。这是头家陈玉梅对家己的要求，也是对顾客负责任的态度。这档手工咖啡开伫咧台南市立殡仪馆边啊。头家陈玉梅表示，伊曾经因为一寡机缘，互祖先救了家己，闪过一场重大的车祸，所以伊用感恩的心，要来服务这的家属甲先人。那是因为为了家属而来，他们的辛苦，实际上我可以去理解。那10几天都是在这个地方，他们那种疲劳，还有身心的煎熬，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，那为什么我不用健康咖啡给他们呢？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我才一直在这个地方，就没有到观光区里面去。我觉得服务他们那种感觉是我最快乐的。抱持着服务的心，佮加上有先人的看顾，所以陈玉梅的手工咖啡非常的用心。伊秉持着健康咖啡的理念，对咖啡豆的选买、冲泡器具、水质，一直到装咖啡的杯仔，全部拢是用心经无毒的，互顾客会当安心来啉咖啡。实际上，我是先从选豆开始。那选豆的话，从烘焙，我这边的豆子几乎都是2个礼拜之内的，因为我的量比较大。那我们也采取小烘焙，就是以比较小烘焙，然后以新鲜为主。所以这个是我刚开始经营的时候，要给家属呈现是第一次的一个健康咖啡的概念。那个再过来的话，就是我所采用的就是那个杯子。杯子的话，就是因为那时候也找好久，这个是属于地球杯，也是因为我们国人发明的。那因为我们觉得，身为我们台湾人，既然是我们国人发明的，那么我就觉得更应该去采用它。这是我的第二个想法。那因为既然我的咖啡是属于健康咖啡，我更不允许它在我的咖啡里面有一个就是会溶出那个塑化剂出来。所以那时候我的想法就是在这个地方，我希望我的客户喝的对身体都是有帮助的，都是健康为主。头家也真爱创新，定定去研究咖啡相关的新器具，亲像是这项美国科学家所发明的爱热压，用加压的方式来泡，伫一般的咖啡店是看袂到的，而且口感甲气味也较高。头家坚持健康又有趣味的咖啡，将工课当作兴趣甲感恩的服务，安尼才会当经营了长长久久。台南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。第一名的插画家可乐王，伫台南的百货公司举办《我的口袋怪兽》艺术展，将百货变成可乐王的魔幻乐园，有热气球、旋转木马等装置艺术，希望互看展的民众回想到当年的快乐时光，也度过一个欢乐温馨的圣诞节。成功3月小西门特别邀请插画家可乐王，打造充满色彩艺术展《我的口袋怪兽》。将展区分做日时啊甲暗时啊，透过2种无同款的风格，互民众会当体会无同款的色彩运用。中方的主墙，则是依照我的口袋怪兽放大输出墙面，放置便利贴，互民众书写观展的心得。那这次的展区我们分为白天和黑夜的设计。那白天的部分就是以黄色为基底展出可乐王较亮色系的作品。那一图搭配一文，其实十分的缤纷而且欢乐。那像在我身后的这面艺术墙，是让民众去可以将看展的心情写在便利贴上面，组成一个便利贴的墙面。那这次呢，我们在馆内的小西门西向入口，还有在我们的天空剧场等展览空间，也会展出可乐网的一些艺术陈列，像是以热气球啊、旋转木马等元素去打造，那十分的缤纷。那有兴趣的民众，欢迎在1月8号以前一起来欢乐过耶诞。这个展览除了为艺人的展出以外，也将整个小西门打造成一个魔幻乐园。不只有旋转木马、太空山冒险、建到热气球等等的装置艺术，希望互到百货世界民众，拢会当感受到欢乐的气氛，做伙度过温馨的圣诞。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。
现代病医表示，虽然台湾肺癌的发生率逐档拢伫个增加，每一档将近9000人死亡。不过，为了对抗肺癌，现代病医发展出用胸腔镜手术合并标靶药物的治疗，已经会当精准的测度病灶，延长肺癌患者的存活率。过去肺癌治疗就限制伫若袂当开刀，就只当化疗，迄个是癌症末期就无机会开刀等传统的思考。不过，现代病医表示，近年来随着化疗药物的进步，特别是标靶药物健保有了给付，加上发展胸腔镜的微创手术，近10档内已经完成320个切除手术，大大延长患者存活比率。这些手术可以，就是说可以实行手术的患者，也不是每一个都有机会。但就是有一群病人，他在接受药物治疗之后，他可能会有局部1、2个比较反应没那么好的病灶。那目前来讲，我们因为手术方式跟技术的进步，我们可以在不用帮病人开那么大伤口的情况下，去把这些反应不良的病灶，或者是说它其实是潜在性有可能会出现抗药性的病灶，把它处理掉。那这样其实对整个标靶药物它治疗的效果是会有加成的作用。虽然台湾肺癌死亡率伫40档内增加将近12倍，不过医生强调，徛伫现代癌症团队的立场，针对无同的分期甲患者的身体状况来介入，标予癌症末期，无等于是生命末期。台新闻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。新闻最后，咱赶快来关心气象。明仔载是好天，有时在分的天气，温度20度到25度，袂落雨。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8级，上大阵风是10级。感谢你收看12月15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，我是陈美全，咱再会。